你的設備需要維修嗎？我們提供免費診斷。我們上門取件和送件，無需致電或出行。維修前先發送報價，你確認後才繼續。簡單、透明、專業。連結在簡介裏。首先，我哋要準備好所需嘅工具，包括新底座同量杯，確保你嘅 Thermomix TM31已經斷電，安全第一。之後，輕輕將舊底座移除，注意底部有冇卡住或者污垢，如果有，建議先清理乾淨。接住，把新底座對準機器底部，輕輕壓下去，確保完全咬合。接下來，檢查一下量杯，確認無損壞，然後將量杯放回機器上，確保固定好。你的設備需要維修嗎？我們提供免費診斷。我們上門取件和送件，無需致電或出行。維修前先發送報價，你確認後才繼續。簡單、透明、專業。連結在簡介裏。